云林北港的朝天宫迎妈祖，其中真人艺高火车游街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今年有39台的艺高车参加游街。北港有一个工艺师为7个月大后生打造一台小小的艺高车，是用婴仔刹车来改造的，希望妈祖保庇后生平安大汉。这是你专属的。 7个月大囡仔穿好衫、戴好帽啊，一个全台湾上界世代的艺高车。是扯了。这台艺高车做甲真有路，有几排水手车头壳，2座真水的花灯，还有8仙红啊，拢总有斗电火，若开电火闪闪烁烁。艺格其实一模一样。伊是云林北港顶艺馆的第5代传人吴定新，伊用这个红婴仔车做主体。 开1万块，用20天的时间，而且逐工拢要做到半暝，才有法度完成。认为要让他做艺格，这样会更平安长大。那问题是，他这么小，没办法有艺格做。太太说，叫我自己做一台艺格，不就好了嘛？云林北港的真人艺高游行有300多档的历史，大人囡仔拢爱古装的打扮，坐艺高顶面发糖啊，这是每一年朝天宫迎妈祖的重要活动之一。 今年总共有39台真水的艺高参加，进行连续5天的闹热游行。上届引起人注意的，应该就是这台较早毋捌看过上届世代艺高。